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時事生活在城市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南昌大士院美食街。介紹南昌大士院美食街。大士院位於南昌市東湖區陽明路，自漢唐以來為德勝門內繁華地段。清道光年間因改建供奉觀音大士的寺院得名。街區以大士院街與半步街交叉地帶為核心，是國家級非遺南昌瓷板畫發源地。2024年5月改造後投入近300萬元實施街區改造，新增禁派牌樓、復原嘉賓樓等文化地標。其中嘉賓樓重現1927年朱德堰軍官歷史展示文物並設置文物。街區匯聚南昌拌粉、瓦罐湯、白糖糕等40餘種本土小吃。老南昌白糖糕維持1元定價傳統，小羅子湯店日銷拌粉超6000份。2024年起實施藤黃角景區北擴工程，依20世紀80年代風貌復原建築並增設歷史講解牌。2024年國慶日舉辦首屆非遺美食節，單日最高接待遊客12.7萬人次。2025年日均客流量超20萬人次。街區透過人行天橋連接藤黃角、8·1大橋等景點，形成15分鐘文旅消費圈。街區成立商家發展聯盟規範經營。2024年組成街區商會整合商業資源。鍾意今次影片，請大家訂閱和追蹤、讚好、留言、分享今次影片。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